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6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持续发展溪浜甲大兴安地区的交通甲观光，伫市政府积极争取，交通部观光局将对台湾后行各加开辟了西滨快线，未来嘛可望甲市公车结合，互市民甲游客拢当透过里边的公车系统欣赏到西海岸的美景。请启动。伫市中有委托云嘉南国家风景区处长等贵宾，以及交通部观光局主备亲自南下见证之下，台湾后行第3条路线，也是西滨快线，伫欢乐的启动声中，21号正式上线。同时选定影城戏院来召开，嘛因为所在地咸水列为观光局的经典小镇，所以市府希望用里边的交通来串联水济教堂等13个知名景点，带动溪坝观光。我们也很谢谢交通部观光局能够开辟这个西滨快线。那台南市政府，我想在市公车或其他的接驳方面，也希望让更多的市民以及游客能够跟西滨快线接得上线。所以呢，我们对于交通局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请交通局来规划，来跟西滨快线来接轨。也就是说，市公车接驳到新营这个的地方，然后让民众可以搭上西滨快线，也饱览这个西海岸的这个风光。观光旅游局表示，目前台湾后行的车班委托新营客运一天上下午总共4班，对新营发车一直到7个盐山博物馆，所以欢迎市民好康到小报，用台南的文化景点甲周边的美食来吸引更较侪旅客。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市府秘书处响应环保局推动列厝顶的节能计划，争取伫民地市政中心的厝顶进行过2期的改造，其中第2期透过替代亚南的专业协助，不止焕然一新，特别最近日头赤影影，嘛充分达到降温佮省电的效果。民地市政中心原本光平平的厝顶，经过秘书处视为替代亚南开2-3个月时间，运用伊伫景观设计、园艺实在、甲土木工程等专业的规划以后，现在已经变成附下生活空间美学、甲高色高胖的空中花园。我负责土木工程，我负责是园艺设计的部分，我负责景观设计，我负责美术设计。我们主要是协助这个秘书处来做整体的这个绿屋顶的规划以及设计，然后施工。那我们也有选择，就是以这里的环境啊，以及水分跟人力等后续管理作为我们考量的因素来设计这整个屋顶的这样子，不管是植栽，不管是它的那些环境等等，都考虑进去的话，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我们绿屋顶的整体这样。这样子可以借由我们的设计，能让大家看到说，市政府还有我们替代役是真的有希望说推广绿化，以及整体的那个为地球环境做一份那个尽力的那个感觉，这样子。经过替代亚南用新的规划甲维护以后，除了互市政府加一位休闲开工的好所在，更难得是经过环保局的温度监测，有劣化的楼地板比无劣化的至少减8度以上。大大降低厝顶吸烧热的作用。为了落实我们黄伟哲市长的节能政策，我们秘书处积极争取绿屋顶补助计划。那借由绿屋顶的设置，也大大降低屋顶楼地板8度C 以上的降温。那当然也减少室内空调用电量的，达到6%以上的节电功效。秘书处进一步表示，因分别伫民国106年甲108年争取2期，总共153平方公尺的列厝顶节能计划，嘛拄好有替代亚南的专业投入，互整个环境焕然一新。嘛欢迎所有市府员工有闲来遮行行看看。台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
渔光岛伫网络被合作全台湾上水的沙滩，其中有艺术家雨果利用废弃鹅饼所起的日落塔，更是沙滩出名的地标。但因为进前发现国小学生被特别地势意外，某外界开始注意安全危机。对此，艺术家雨果伫脸书表示，6月底进前就将拆除。行伫咧海边啊，享受海风甲宁静时刻。台南安平渔光岛的沙滩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而坐落伫咧沙滩上的日落塔，更加是当地地标。但近期发生国小学童被特别地势意外，注意安全的问题嘛浮上台面。对此，日落塔的创作人雨果近伫咧脸书顶面表示，近期将要自行拆除。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毕竟是别人的心血，而且它也是一个地标。如果拆了之后，就没有这个月牙湾的那个感觉。安全的考量以及这个美观的拍照的考量，我想我们会选择这个安全的考量。所以我相信，如果在安全上有疑问的话，应该是来配合政府还是相关的单位，看如何来做这一些配套措施。日落塔过去曾经传出要拆除的消息。原因是沙滩上有多处民众自行搭建的竹棚，造成环境脏乱。原本要将包含日落塔在内9座竹棚拢拆除，但因为有地方明代争取保留，最后只拆除2座。而市府担心再度发生意外，联络其他竹棚使用单位开会协助拆除。日落塔旁边目前还有6座竹棚，不包括倒掉的那一座。那因为它的安全性，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期。那因为地主是港务公司，所以我们区公所站在地方行政机关的立场，也是协助港务公司来做一些环境清理的工作。那只要港务公司和市政府我们有达成这个拆除的共识，那公所这边也是义不容辞，也做行政的协助。代管单位安平区公所表示。日落塔是利用废弃的壳棚搭建，艺术品的价值是要传递环保。未来拆除后，嘛希望民众唔通忘记日落塔所要传达的意义价值。台南新闻张伟松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因为睇香港目前所面临的处境更加心痛，议会民进党团的这成员上午做伙参加长老教会祈祷会，除了声援香港的游行抗议，嘛要凸显一国两制骗局，做伙为台湾民主甲台南祈福。日前，香港政府表示将要来修改逃犯条例，也因为侪香港人无信任因，所以也造成几啊天的抗议，最后高达200万人行上街头。同时，这个修法当中嘛有包括台湾，所以也有侪台湾的团体共同声援香港。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台南中会也特别举办祈祷活动，侪位民进党的议员也共同参与为香港加油。毋茫然面对中国迄种的政权的时阵，台湾2360万的百姓会当徛起来，勇敢做伙来抵抗中国的政权对阮的吞打。恳求北上帝，你也甲阮做伙，阮也感谢你。今仔日。阮做伙伫遮祈祷，也恳求主你帮助阮。无论是民意代表，无论是即个土地顶面的百姓，阮拢会当做伙同心协力来表达阮挺即个国家的决心。阮同心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
阿免。所以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吼，邀请牧师咱同齐来为香港祈祷，因为咱拢惊吓，即卖的香港会是明仔的台湾，所以嘛希望咱台湾人大家人爱共醒起来。咱的教会长期以来吼，拢是维护咱的民主、咱的人权来为大家拍拼所以今仔我嘛就邀请咱的牧师吼，同齐伫遮做伙来祈祷。基督荣耀现代人，传扬主爱伫互香港。希望讲借着咱的即个一个记者会，佮一个宣告的运动，来台湾也是全世界来发声，讲阮声援香港因所发起的即个运动，而且嘛提醒台湾的咱遮的百姓，嘛爱用香港来成就咱的借鉴。与会议员表示，今仔日的香港希望毋是明仔载的台湾。期待透过祈福，声援香港的反送中，互香港得到更较侪国际支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开15月所建设的南科科技馆，对去年12月开始试营运，预计今年10月来正式开馆。据了解，这甲一般博物馆无同的是，为了让游客会当更加认识考古，和减少研究增加互动，所以伫馆内打造全台湾唯一的密室。互民众透过玻璃窗会当看见研究员的整理文物的过程，下面随着镜头嘛做伙了解。位伫新市甲善化的南科园区，现有的58处考古遗迹当中，会使对5000年前追溯到300年前，出土的文物数量高达800万件，而且也包括2000多具的完整人类遗骸，是目前全台湾上大的考古遗迹。伫地方的争取之下，文化部投入15亿兴建台湾史前文化南科考古馆，开了4年的时间完工，充满特色的外观嘛成为南科当中特别的一个景点。现在也当咧试营运当中，现场展示了陆家做的18刀到刀片等珍贵的文物，同时也有鸟松文化的人面陶，非常吸引大家的目光。那大家可能会在想象说，考古到底在做什么的？那其实。我讲我们南科考古馆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示的空间。那希望我们的民众来到我们的馆里面，可以了解到，其实不只是这些古老的文物它代表什么，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知道说，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台湾，在台南这块土地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最近的这些历史短的几百年的历史而已。事实上，在南科园区这边，我们可以上溯到5000多年前，就是大坌坑时期的文化。那从大坌坑时期到牛稠子文化，到大湖文化，到鸟松文化、希腊雅文化，甚至于到现在的明清汉人文化，其实这么丰富的一个文化层，都在累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民众能够来到我们南科考古馆去体验这些考古的成果。南科考古馆上特别的就是这个博物馆密室，除了让游客会使看到考古研究员平常时工作的内容以外，透过直播的设备呈现考古员整理的过程，游客也会使直接甲研究员对话，让民众会使更加熟悉考古。大家可能都参观过博物馆，也看过很多的展示，但是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博物馆里面的典藏空间。那其实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考古密室，就是说让民众看得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么多的文物它是怎么样的受到保存、典藏、陈列。那尤其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考古人员、我们的研究人员的一个工作场所的开放。那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有点像是一个实境秀，就是我们的考古人员、我们的研究人员在里面做一些基本的文物整理。那我们民众在旁边就可以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工作的情况，那甚至于还可以透过我们的对讲机跟他们对话。那民众可以问一些我们可能想知道的问题，比如说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啊？然后这些什么样的文物它有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涵等等。那我们的研究人员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互动，那能够达到一个教育的目的。同时，儿童厅拥有全馆上侪活动设备。除了球池、姚明馆甲户外考古的体验区，安全好耍的环境，也让侪家长一来到考古馆，就直接到儿童厅报道。因为看到那个电视，刚好有在介绍说南谷考古馆有一个儿童厅，然后它有那个球池，
还有那个包括那个迷宫那一个，所以就会想说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然后因为他们现在还在试营运嘛，然后想说先来体验一下，等他们正式开幕，再带孩子来听导览那些比较深度的一些体验。南科科学馆有计伫10月的时阵正式来营运，也因为馆内文物高达800万件，所以嘛会做文物展示的调整。现在也有特展大粪坑文化的相关文物，展示了第一只互当作宠物饲的狗仔的骸骨，非常具有特色。喜爱考古文化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全新的南科科学馆。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日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就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6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